為咗確保子女能有幸福且理想嘅成長環境，家校合作必不可少。家校合作形式多樣，家長同學校互相合作，能為孩子提供一個健康嘅成長環境。何謂家校合作？家校合作指學生喺學習上出現問題時，學校同家長合作並加以改善，而且家長會回應同配合校方解決問題。家校合作促進校方同孩子建立溝通嘅橋樑。透過一啲方法，學校人員可以檢視學生喺學校嘅情況，從而跟進及檢討。以下有幾種方法：一、利用溝通簿。老師會喺簿上記錄學生嘅在校情況，例如記下良好行為俾家長稱讚子女，同時記下惡劣行為俾家長得悉，從而令家長可以跟進同教育。二、問卷調查。學校每個月或每學期向家長派發問卷，查詢學生在家情況，從而可以知道學生喺學校外嘅情緒同行為表現係咪同喺校內一致。三、舉行講座。學校定期舉辦講座，講述現今學生嘅常見問題，俾家長得悉，並提供解決辦法。四、定期面談或電話聯繫。學校可以舉辦家長日，面對面同家長討論，深入討論子女嘅問題，共同商討辦法。如家長過於忙碌，可選擇致電商談。家校合作對孩子個人成長嘅好處：一、培育孩子養成良好習慣。家校合作為學生締造健康嘅成長環境，有助培育學生養成良好習慣。班主任同家長最常探討嘅往往係學生在校或在家嘅行為表現，而家校溝通可以讓家長了解學校嘅教育方針同要求，進而配合學校嘅安排，雙方合作無間，俾孩子能健康成長。然而，家校合作唔係一件簡單的事情，而是艱難嘅任務，需要多方面配合且長時間嘅努力。家係孩子人生中第一所學校，孩子許多行為係模仿父母所學嘅，所以家庭教育極為重要，會同孩子能否順利接受學校教育有重大關聯。因此，家長積極配合學校教育，有利於培養學生嘅良好習慣。二、了解孩子在校情況。家校合作有利於家長了解學生嘅在校情況。現時學生上學8小時，課後仲有興趣班同補習班，如此看來，能同家長相處嘅時間甚短。家長可以透過同老師聯繫，了解孩子在校嘅行為同表現，又能得悉學校教育子女嘅方式。學校同家長溝通可以了解孩子喺屋企對父母嘅態度同表現。雙方通過交流皆能對孩子有更深嘅認識，針對性咁解決孩子嘅問題。三、釐清對教育嘅誤解。家校合作可以釐清家長對教育嘅誤解，共同攜手合作。部分家長會認為教育單靠學校嘅教師就足夠，而家長只需照顧孩子起居飲食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校方透過家校合作，可以向家長傳達家庭教育嘅重要性，例如通過舉辦講座、撰寫文章、發送電子通告等，分享家庭教育嘅正確方法。校方同家長喺家校合作中嘅角色同樣重要，不可缺少其一。透過各種渠道，雙方互相溝通同交流，保持長期嘅合作夥伴關係，以促進孩子進步。